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2月真特别，咱过年拄煞上班无几天，随就是228纪念日。关系这天有真侪故事通讲。今日我要讲的主角叫做施月霞，伊本身毋是政治受难者，毋过伊一世人煞甲228甲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拢牵做伙。伊的故事会互咱知影讲，政治迫害毋那干那有一个受难者尔，是会影响到规个家庭，甚至几若代个人。今日要讲这个故事，会互遮尔侪人知影，是因为施月霞甲伊甲因翁刘耀廷伫家乐的时阵写的批拢总留落来。因两人前后写80多张批，逐张批拢各有编号，所以才有办法整理佮出版。2020年出版的时阵，真侪人看到真感动。历史有人用表演的方式，有人是拍片，也嘛有经过真侪报纸、杂志的访问来介绍因的故事。我相信也有真侪这个节目的听友是毋知影，所以我今日甲因的故事佮讲一摆，互大家听。咱即阵有法度知影因兜发生的代志，是因为因的查某囝刘美艺，伊为因妈妈遐摕到一个大的盒仔，迄个盒仔内底有缀因爸爸的头毛、指甲。有一领卡其布的衫，是因爸爸刘耀廷互人庆杀的时阵穿的，也阁有几若张刻盘，是因爸母少年的时阵真喜意的刻盘，也阁有迄80多张批，甲因妈妈施月霞用日语写的日志。关系施月霞的出身，我找无啥资料，毋过为批内底的内容会当看出讲，伊甲刘耀廷结婚无遐尼简单。后来因的囝婿吴俊宏有写着讲，施月霞的后头厝本底是要甲伊嫁互一个真好个的人，施月霞无爱，就走去刘家，后来因结婚。施月霞的翁刘耀廷是1925年出世伫澎湖，伊细汉的时阵，规家伙仔就搬来住高雄，读中学的时，佮规家伙仔搬去日本。伊伫日本大学出业，佮转来台湾，伫高雄州女子高等学校教英语，嘛教美术。1949年的时阵，伊去台北的大安印刷厂食头路。迄间印刷厂是迄个时代替共产党咧印宣传单甲册，负责人就是作家李克玉。也迄间印刷厂的钱，大部分是高颜碧霞出的。毋过无到一冬，伫秋天的时阵，中共地下党伫基隆市就互警察查着啊。第四即间印刷厂全就关起来。李克玉走去美伫山区，刘耀廷全个转去高雄，嘛甲施月霞结婚。毋过无偌久，刘耀廷就伫因兜互警察掠去。迄时施月霞腹肚内已经有生啊。为刘耀廷互人掠着到伊过身的15个月内底，因两人写这80多张批，为着要通过这个审查，因阁惊收袂着批，所以因就逐张批拢有编号，而且因两人拢是伫日本时代读册读日语的，嘛为着要应付审查，因批内底全拢写汉字。施月霞也阁伫批内底甲刘耀廷写讲，若有写毋对的字，则请你原谅。刘耀廷互人掠去了无几个月，伊两个上生仔查某囝美庆甲美艺就出世。我查字典庆甲艺，艺的解说就是天顶的庆，嘛有云彩的意思。刘耀廷伫家乐内，敢若看过因查某囝的相片，毋过伊伫遐煞做出2本相簿，一本是要留互伊的家族、伊的亲人，
另外一本就是留予伊的牵手施月霞做纪念。伊特别伫批内底欢呼讲，这是伊了足侪工甲精神做好的，留落来为伊的纪念。毋望伊某就爱永远甲这相簿拢留伫身躯边。相簿内底毋但有大相片，也阁有刘耀廷伊用刀仔刻，嘛用笔画的图。因为伊是美术科的老师，伊用伊的方式替伊家己甲伊的亲人留即个纪念物。咱即阵若看因翁仔某两个人写的批甲施月霞的日记，就会当知影讲，因拢是真有才情的人，嘛受过真好的教育，才有法度写出遐的字句。伫1954年的年初，29岁的刘耀廷甲伊上路买一张批寄出去，无几工了，伊就互人枪杀啊！迄天拄啊好是伊甲施月霞结婚3周年纪念日的过堂工。伊互人掠去关的时阵，伊的阿兄阁为着要甲救出来，开足侪冤枉钱。所以伊过身了，施月霞怎就带两个查某囝离开老家，转去伊的后头厝。毋过伊后头厝嘛无互伊好面色看。后来伊归去怎带囡仔搬出来，去台南宝美楼酒家唱歌趁钱。伊伫酒店咧唱歌的时阵，施月霞熟识成功大学的一个老师陈显营，因两个后来怎结婚。迄当阵的报纸佫特别刊讲，大学教授去娶一个酒家女。其实迄当阵报纸无通写的是即两人的过去。陈显营伫成大咧教物理，伊捌去日本留学。伊的阿爸是战后嘉义中学的校长。因6个兄弟仔内底有5个拢是228的受难者，包括陈显营伊家己。228发生的时阵，陈显营是去参加台南工学院，就是后来的成功大学，因的学生仔组的武装部队去拍水上机场。后来伊好佳再有走去美，一冬了后，伊个走出来认罪。所以敢若互人关无处刑。伊的第3个兄哥陈显富是伫学校咧教数学，228发生的是怎互人选做学生联盟的总指挥。因后来退去到山区，佮另外组台湾自治联军，落尾就互人掠着怎枪杀。陈显营伊第4个阿兄陈显章伫228的时阵，已经伫南靖糖厂咧食头路。为着要保护伊的同事，伊去到水上机场附近的时阵，怎互中国兵仔杀死。伊的小弟陈显玲是228的时才15岁，迄时要走去听人风送，煞互炮啊弹着，换着过身啊。因的老爸陈庆元怎互人讲，伊是头厂学生啊，佮袂晓教囡仔，若袂当佮做校长，嘛互人掠去关，无偌久怎就过身。甚至伊第2个阿兄嘛，因为后来互人讲知非不报，关7冬。因为这种种的经过，陈显营伊本底无想要结婚，是后来拄着施月霞。因两人结婚了，陈耀廷的2个双生查某囝该生达。陈显营伊家己无要阁生囝，一直到10冬后，这2个查某囝读国中的时阵，施月霞42岁才阁生一个后生。毋过过无几冬，施月霞就得灵癌过身啊。美庆甲美艺伫因的印象内底，因细汉的时阵，拢会互警察监督，也嘛不时有同学甲因踢笑。但美庆后来嫁互一个北港人吴俊宏。吴俊宏老师伊本身嘛是政治受难者。伫1972年的时阵，伊读成大，因为成大共产党案怎互人掠去，关10冬才去放出来。伊出家3冬了，1985年甲陈美庆结婚。后来陈显营离开成大，去日本教册。伊迄时就捌甲因2个查某囝讲，要办终止收养，互因会当改转去姓刘。毋过带念着伊是甲因饲大汉的，所以即2个囡仔拢无去办。一直到陈美艺，伊望着伊毋捌看过老爸，叫伊就爱出来平反。就是甲因实际经历讲出来，陈美艺才佫改转来姓刘。
伊嘛甲因阿母留落来批甲相簿，拢捐出来做纪念。咱即马才知影因兜的故事。詹美满老师伊捌写过一首诗来讲即个故事，题目就号做故事，读刘尧亭甲某施月霞月中同心有感。诗内底写讲，离别总是互人日子变空虚，暝夜又甲特别长，窗外的世界暗闪稀微，只有孤单的风是自由。伫肃静夜半，读我忧郁的心，震动画着你名字。属伫咱的爱情，甲你短短29年的生命，落落时间的沙漏，剩一丁卡高营野的梦雾。詹美满老师的诗集，你伫风中行来，写袂少政治受难者。杜信良杜老师的苦册嘛是一本诗集，内底嘛有写真侪白色恐怖甲政治受难者的诗作。刘尧亭甲施月霞的故事有真侪出版，特别是写伫无法送达的遗书甲绿岛归来文集。有关战后的政治受难者，我伫这个节目捌做过一个系列，号做白色恐怖伫台湾。我甲连放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。另外是伫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内，嘛有写着这个女性人物因安怎受到政治的迫害甲影响。明仔载就是228纪念日，有真侪现场的活动，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嘛有线顶的纪念。毋望咱毋若纪念迄段历史，嘛会记得受难者的家属，因的亲人，像施月霞、陈美卿、刘美娥，因的名可能袂写伫咱的历史，毋过因煞是照顾遮的亲人，请用囡仔照顾家庭的女性，嘛因为有因的坚持去保存遮的物件，佮出来讲遮的故事，咱今日才会当知影讲，迄段爱情甲迄段真侪人受到迫害的年代，拢是真的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若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意见，也是有啥物想要听的，拢真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若是喜欢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